動物都有針灸啊，依家都好流行啊。不過呢個就已經係即係超越對於人類嘅理解啦。咁佢係有研究有睇過，其實貓狗都有佢哋嘅經絡。咁不過動物嘅針灸咧，主要係做一啲癱瘓啊，或者啲肌肉活動得唔好啊，關節炎呢方面。至於個治療效果，我又評價唔到太多，因為我又冇獸醫嘅牌，又冇呢一方面嘅研究，可能家下達達啦嘛，佢效果好唔好？即係如果喺香港要做動物針灸咧，咁首先要有獸醫嘅執照啦，然後去進修翻針灸相關嘅課程，先可以做動物嘅針灸。就暫時冇俾中醫係有即係進修相關寵物知識嘅課堂，跟住就可以做中醫動物針灸咁咯，就暫時冇。但係台灣係有嘅，就有一樣叫中獸醫嘅嘢咯，咁就係中醫師去進修動物相關嘅知識之後，就可以做動物嘅治療。我都有興趣㗎，因為其實都唔少嘅人有問我，即係屋企嘅貓狗有關節炎啊，行到唔係好舒服，咁可唔可以俾我針下？咁其實就唔得嘅，係啦，我針我自己隻貓應該 OK 咯。咁所以其實講緊針灸嘅話咧，歷史最悠長一定係中國啦，因為喺《黃帝內經》嘅時候都已經有針灸相關嘅文獻記載喺度，但係一路發展到現代嘅話，其實佢已經套用到好多唔同嘅範疇，都可以幫到大家手，都係好事嚟嘅。